请问咖啡敢有算一种豆奶？有人讲有算，有人讲无算，我是感觉会使算。请问你觉得咖啡算不算是一种豆浆？算啊，对啊。那请问你觉得 VTuber 算是一种鸡桶吗？请问你觉得咖啡算不算一种豆浆呢？我咖啡因过敏，大概是豆浆吧。咖啡算一种豆浆吗？咖啡是咖啡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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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咖啡是咖啡。那你觉得豆浆算一种咖啡吗？我觉得我们今天的那个街访，我觉得差不多可以了，我可以下去领刚刚说好的500了吗？你觉得咖啡算一种豆浆吗？算，你这问到我很棒的问题点上面。咖啡是一种黑色豆浆，我曾经开过直播证明这件事情。那你知道有人有乳糖不耐的话，他的拿铁就会是咖啡加豆浆，这样算是豆浆加豆浆吗？这样算是咖啡加豆浆，它可能算是一种特调咖啡，